啦，呢次咧重新咧講翻咧試集咧有啲咩馬俾大家參考下。第一場咧有隻金風萬里都轉咗馬房咧，試集咧明顯好咗嘅，就係2號金風萬里咧，同埋6號陸小鳳，同埋12號嘅線路光華。到第二場啦，第二場咧3隻咧新出嘅馬咧都有走勢嘅，就係4號呢個潮州高球，5號呢個粵進歡聯歡，同埋咧8號明德輝煌，仲有12號咧呢隻標之無限。呢場有4隻，跟住到第三場啦，第三場1隻嘅啫，觀萬物啊，第四號啊。到第4場就係4號手機標能，同埋11號嘅嘉應光彩嘅。第5場同第6場都冇嘅。第7場咧有隻4號暴風雷。第8場咧有一隻紅星馬嘅，好熱嘅嗰隻首飾天空，因為上場咧甩皮甩骨都贏，呢場就升咗8。不過呢場咧我有馬咧提供俾大家，就唔係呢隻嘅，冷少少。到第9場啦，3號嘅幸運派彩。第10場咧就9號鴻運光輝嘅，嗰隻14號咧櫻花酒杯就係紅星馬嚟。11場醒目高球啊，跟住到勇者為王。聽日呢個試集嘅靚馬入邊咧，我其實咧就比較喜歡第2場4號嗰隻潮州高球，同埋第3場嗰隻觀萬物嘅。呢兩隻馬咧係聽日試集入邊咧，我比較喜歡。另外咧，我第8場咧有一隻 WinPay， 同埋第11場咧就 WinPay Q 同埋2重彩咧就會介紹俾大家。你要撳一撳嗰個啷啷，因為第8場同埋第11場先要出片嘅。好啦，今日又同大家講咁多先，希望大家訂閱、點讚同分享。記住留意住第8場同第11場啊，臨場先講，唔係直播嚟嘅，臨場就會出片㗎啦。好啦，都係嗰句啦，如果我段片咧幫到大家手嘅咧，希望大家可以請我飲杯奶茶嘅，片尾後邊有 QR code。多謝大家，拜拜！贏多啲，開心啲，快樂賽馬。大家好啊！呢度有3個 QR code， Alipay、WeChat Pay 同埋轉數快。如果我段片幫到大家手嘅，希望大家可以請我飲杯奶茶。多謝大家支持嘅，亦都衷心祝福大家咧行運嘅，同埋身體健康。多謝大家，拜拜。